各位万声里的里民，大家好，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，我是王来，我是任务。最近这几天呢，因为这个印度移工的这个新闻伫网络顶有足侪讨论啊。拄好咱万声吼，有一位乡亲伊伫来到英国进前，伫印度呢做工课几落冬啊。伊进前其实嘛有经营即个美妆业，伫咧介绍印度，甚至有伫台湾有开过讲座。所以呢，对啊。拄好顶个月啊，咱就想讲无聊，因为伊足够煮迄印度的红茶牛奶，所以就请伊来咱兜煮红茶牛奶，顺便甲阮介绍一下印度。伫阮兜有一个小小的 party 啊，结果所有人拢在讲伊的印度男朋友的故事，真男朋友。就规个拢走正去，无讲正经的好无啦，有嘛想讲着正经。毋过我就想讲吼，你拄一个时间点吼，来邀请伊来咱的节目面顶来看咱讲即个印度即个国家，看咱台湾人一般的即个刻板印象的对比，就适合即个时间呢。咱先莫讲遐，先请即个来宾来自我小解解。大家好，我是 BB， 我是台北人，我即马住伫咧万城，已经买3年啊。BB 是咱即个万城台湾人协会搞我足斗相共的，伊是咱的迄个社群媒体的即个编的，嘿。好。嘿嘿嘿，伊嘛就甲我办一寡做食的活动，奇奇怪怪活动。就是爱有无共的干部出来做无共的活动，咱的节目才会足丰富安尼啊。嘿。来讲到你当初是安怎会去到印度做工课食头路？迄当时是因为我对澳洲打工度假转来了，我无想要念去个工课，因为台湾的工课就是安尼，你若是做了，你一年就会当7工尔，安尼啊足可怜的。你就想讲无爱，我迄个时阵就做2份工课，安尼较自在，较啥物时阵要去耍拢会用者。了后呢，差不多转去台湾半年坐了，就讲好老母去耍一届。决定甲阮一个好朋友去印度耍2个月，了后转来面对现实，要来做工课安尼。迄个时阵去耍，就阮2个人家己参详要去倒，安尼4个走来走去。迄个时阵呢，拄着我的男朋友，当时的男朋友，就一时安尼乱去啊，就决定讲好，我要来找工课，等去印度。无想到安尼104顶悬就因找到一个要来去印度的工课，就互我找着我就转去南印度工课。了毋过转去南印度了，嘛是离阮迄时阵男朋友足远的，差不多1000外公里，所以讲无效。毋过有钱，而且你个会甲你个会使安排你的假，上无3个月就用去休一届，你就用去找男朋友，搁转台湾。安尼母也袂甲你 complain，你的男朋友嘛袂讲那个等伤久安尼啦。就因为算甲等乱来工课工课了后咧，因为男朋友实在是无伫咧身躯边，伫印度诶生活拢是我家己去面对的，所以讲我了后嘛是感觉讲，印度人其实拢介老实嘛，够足古锥的，就较介意迄个所在，嘛较介意甲因来往，了后就顺顺咧就聊落就聊落前后就工课差不多7年。伫遐7当时其实是介久呢。系啊。是讲即个印度诶历史甲文化是非常的丰富。我想讲咱今仔日可能无法度伫节目内底讲，因为真正要讲透机吼，可能会讲甲3暝3日，所以我感觉咱今仔日吼会甲重点放伫讲透过即个 BB 的目睭来看即个印度。所以对你来讲，你伫印度遐7天吼，你感觉对你来讲，这印度是安怎的国家？对你初开始的这印象，到你离开前的这个想法？我头一届去印度的城市是加尔各答，伊是第4大的城市。我想讲 OK， 上无嘛，敢若歹势安尼讲，那个台中啦、台南啦，应该嘛是最繁华的，应该是一个真闹热的城市。也毋过，迄个飞林机场是感觉讲，互人感觉足危险的、足破的、足老的、足旧的。我要出去机场的时阵，我阁看到迄个警察拍一支枪，安尼晃咧。我想讲，安尼是伤安全还是无安全？我实在是看无，对无？安尼是伤安全无？我毋知呢。伊就安尼喊一下无啦，歹人嘛袂出来啦，差不多是迄款型。去到你住的所在，因为你是头一届去，你毋知影伊你要安怎
去讲即个旅社是好还是毋好，你就订一间安尼，上无你嘛带有，啊毋过了你有了解讲即个城市足大，你要去倒一个所在佚佗时阵，你要坐足久的车，你安尼撞来撞去。啊，你若是毋是住伫市中心，你就要应付迄运将，啊，佮有你要甲伊讲价，啊，足麻烦诶。因拢足爱甲你加钱诶。譬如讲钱，你的车费收你差不多是200箍，伊就甲你加50、100嘛好，伊就是足爱加。迄个时阵佮无 Uber 哦，伊是大家差不多13年前，所以讲你就逐项拢用弯诶，迄时代是用弯诶。哦，去甲厝他们运将弯。对，要毋过你实在是经过差不多1-2礼拜了，你就感觉人讲，因拢足自在，逐个人就是逐位诶车伫遐扒来扒去啦，啊人咧客来客去啦，因若无感觉讲啊，你足烦诶，你要安怎，天气佫足热，因逐个人就是安尼，啊人生就是安尼过啦，无要安怎，无来啉茶啦。就来坐来啉一下茶啦，无要安怎，对无？逐个人都甲你讲 what to do， 逐个人都甲你讲 what to do，Madam what to do，nothing to do， 就是安尼啊。是讲我就差不多1个月了后，我就感觉讲哦，哎，足自在呢。你坐火车的时阵，你的脚会当跪伫顶悬呢。伫台湾无可能的代志，啊，毋过印度，若是无人坐，你就牵拖给甲断掉，啊，就甲脚跪入去就好啊。安尼较舒服啊，安尼较自在啊，有啥物烦恼诶？就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你就感觉讲啊，对啦，人嘛是安尼过日子就好啊，有啥物好艰苦诶？啊，就感觉讲，互因传染去，同化去，互因同化去。啊，所以你到离开进前是嘛共款，感觉印度是一个足舒适诶所在嘛？要离开进前，我头一摆去印度诶时阵是2013年，了后我要离开时阵是差不多就是2023年。经过10年了后，印度亲像就是你第2个厝安尼。你感觉足惯势。你知影讲啊，即个人啊，啥物时阵要甲弯，啊要安怎弯，啊即个时阵要生气，即个时阵要笑，你就是收放自如安尼。足好诶，那个足清楚诶。啊，毋过你嘛感觉讲足忝诶，因为讲啊，我知影你即摆搁要吵，我知影你即摆搁要出一招，出迄一招，我逐工拢知影你要出啥物招。哦，淡薄时诶那个出一个新招，伊讲哦，袂歹哦，今仔有出新招，袂歹哦，真好。恁做嘛足满意。伫印度我就感觉讲是第2个家乡安尼。啊，你是安那会想要离开？我想要离开是因为我其实伫大学读的是新闻系，我了去毕业了就去印度工课，遐尼济当做的拢是咱是商业的工课。感觉讲我伫印度安尼工课差不多10当了，你敢若无啥物发展？伫印度10年的时阵，我已经经过4个公司，我做过手机啊，我做过鞋啊。我做过足侪物件，就是弯弯翘翘，你的 career path 算做是弯弯翘翘啊。对啊，实在是安尼。了后我伫咧上尾一个工课时阵，拄着一个足歹的头家，真正是煤气灯操纵，哦，互人感觉就gaslighting。伊敢台湾人？伊台湾人啊。我会当甲你讲，60岁，迄个时阵60岁，上爱讲的就是我是芝加哥大学博士，一个读册人，安尼讲好啊，大家拢叫伊 postpo 安尼啊。对，postpo 就是迄款人，也毋过我毋知影是因为伊无介意印度，还是伊感觉即个工课无啥物出头。有足侪台湾人，伊到印度工课时阵，因敢若互发配边疆，也是讲因伫台湾做甲无好，所以讲因公司派伊来印度，敢若甲伊生活共款，伊就感觉无欢喜。啊，迄个无欢喜，甲迄个无适应，伊就会体现伫咧因甲印度人的互动，伊会摕因来出去就对啊。伊有时阵是摕因来出去，有时阵是来做爱讲一个5、4、3个。啊，印度人拢安尼啦，啊，印度人拢袂晓讲啊，家拢毋知啦。啊，印度就是安尼啦，啊，即个国家无发展啦。你就是常听人咧讲安尼。啊了后，伊佫做足侪无啥确定的决策，了后甲我 lay off。哦，是哦。迄个时阵我是上后4-5个月，我就足操烦的。伫咧做迄个工课差不多半年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 ，OK， 我要来找一个新的发展。所以讲，我甲我朋友讨论了后，因就建议我讲来读册。我伫咧英国甲澳洲顶悬安尼，还去选一个国家。啊，因为我无伫咧英国住过，啊，佮有英国只爱读1年就会使啊。所以讲，我选择来英国读册。好对。啊，之前听你讲，
伫阮兜介绍的时阵啊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印度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。啊，可能因为伊的即个土地足大的，所以伊的语言含种族拢差足济。你敢会当小可介绍一下，就是印度的即个语言的状况？比如讲，因有偌济语言啊，啊，官方的语言是啥物？我记印象当中，因官方语言敢是英语还是印度？印度是伊的宗教，Hindi 是因为官方语言。对。就是用发声安尼，大家拢会甲混淆去。Hindi 是因的主要的语言，也毋过只有北部的人伫咧讲，南部的人无咧插销 Hindi。咧南部的人拢讲啥物语？南部有4种语，Telugu、Tamil、Malayalam、Karnataka。是 Karnataka 吗 ？Whatever。我进前头一个工课就是伫咧南印度，因迄个所在是讲 Telugu，也毋过阮落机场了后，阮开车会经过 Tamil zone，所以讲阮的司机会晓讲 Telugu，啊毋过袂晓讲 Tamil。迄有一点钟，是袂晓甲local 的人讲话。是哦。写的字嘛无共，迄讲的话嘛无共。因差不多了解一丝丝啊，差不多感觉来香港话甲台语之间安尼，你捌听一丝丝啊？有细听少少咯。我都知哦，知少少咯。这款简单的就听有这款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英文敢是因的官方语言？英文嘛是因的官方语言。因的生活当中，英文是上重要的语言。南部的人、北部的人，因拢是用英文咧沟通。像你拄仔讲，迄个司机伊迄个袂晓读秒语，毋过伊爱驶过遐，安尼伊是跟当地人，敢是用英语咧交流？若是伊会晓讲英语，伊就使交流；若是伊袂晓，就脑损。是哦。安尼 local 的人拢是用啥物语言咧交流啊？就是看因会晓啥货，就提啥。就Telugu啊，因是Telugu人，伊就讲Telugu。要毋过就敢若讲住伫个桃园，你若是甲客人住做伙，有时阵你就知影叔叔啊、客户啊，啥物时阵。你逐工拢安尼开，你就知影因咧讲啥，就迄两个人摕钱出来，为遐过为遮行安尼尔。加减会通啦。加减就知影伊要去倒啦。若是你袂晓，你嘛无这工课通做。安尼你伫遐上通常啊，你身躯边的人通常会晓几个语言啊？亲像讲，我头一个工课，我伫咧Telugu zone，有几个同事伊会晓讲2种至3种至4种，上无伊会晓讲Telugu。因若是教育袂歹，伊会晓讲英文。有人伊是可能爸爸是Telugu人，妈妈是Tamil人，所以讲伊会晓讲2个语言。若是伊是穆斯林，若是伊是Muslim讲Urdu，迄Urdu是互因读古兰用的。所以讲加一个库兰Urdu呢，甲 Hindi 就共款的。伊若是会晓讲Urdu，伊基本上就会使讲 Hindi 啊。是哦。所以讲，我会记得我迄个时阵，我有同事会晓讲4、5个语言。你敢知影印度全部全国有偌济语言啊？因为你甲我出这个问题，所以讲我有去查 Wikipedia。甲我出这题，伊有23种官方语言，122种主要的语言，佮有1500多种其他的语言。哇塞！卖算啊！有啥物好算？有啥物好讲？你会晓讲台语就袂，我会晓讲台语就袂歹，有啥物好讲的？这个时阵印度的态度都要提出来，人心海海啊！人心海海啊，绝对啊！无需要拢了解真正啦。好嘞就好。对啊，拄则咧讲因即个种族的差别嘛，就济嘛。我听讲，我毋知你正确还是无正确的。听讲迄个北部的印度人的伊皮肤会较浅色啊，那南部的就是较深的色。咁会当甲介绍者讲，印度是有偌济种族啊，无共的种族之间因的风俗差别有偌大？我咧甲你讲，你嘛是甲我出这个题，我搁去查一个 Wikipedia， 我查无。Wikipedia 是你的好朋友。是我查无。我实在是毋知有偌济。毋过我知影伊有28邦搁8个联邦所地，所以36个地区。嘛毋是安尼讲。
就亲像讲新德里，你有听过新德里？新德里是一个亲像台北市安尼伫咧市中的所在，邦包围，啊，伊是一个联邦所在，哦，所以讲伊毋是一个真大的所在，就是一个无济啦，3000万人大的所在尔。哇塞，哇，3000是个安尼的3000万人，伊就敢若台北市甲新北市安尼读起来，差不多4000万人。啊，哇，伊伫咧新德里内底人口是差不多应该是1000啊到1000万人，至少有1000万人。我真正有够济。所以讲有啥物好讲诶？逐工人咧伫咧 internet say something like, "Oh, you don't know India?" Like, yeah, you don't know shit. 真正呢？一个新德里就敢若一个台湾安尼大啦，讲莫讲，佫有一个27个，你毋捌？哦，行若新德里就3000万人啊，4000万人啊，你就免啊，佮有讲其他，啊，佮有其他另外30区诶。嘿啊，要安怎算？哦，所以可能大概差别拢足大诶。有够大。所以你还袂甲我印着是毋是北部诶人伊诶皮肤会较浅色啊？理论上，北部诶人伊诶皮肤应该是看起来较白，啊南部应该看起来较深。要毋过你嘛知影，就亲像南部台湾人，南部诶台湾人拢会有为台北去工课去读册，人拢会移动，人拢会走来走去，来住来住去，连结婚来结婚去。你讲好啊，因为听讲有人讲即届要开放即个移工的即个地区啊，是一个，就是因看起来就是足像诶，含台湾人面腔足像诶。你敢知影因即届要开放的所在？因即个所在叫做 Mizoram， Mizoram 我无去过，要毋过我去过伊隔壁的迄个邦叫做梅加拉亚邦。因为大概我讲英文的时阵，印度人拢听无，我发音无好。梅加拉亚邦，为讲中文大家拢知啊。因就是因的地区，因地区是伫咧孟加拉、甲尼泊尔、甲缅甸的中。哦，所以讲因的人的外表看起来就是 yellow people。毋是 like a brown people。所以讲因看起来就敢若因的流行是穿敢若日本的衫啦，敢若韩国的衫啦，敢若中国的衫啦，因的流行嘛无共款，甲阮讲本土的印度人嘛无共款。我讲本土是因为因真正是敢若活倒了，迄款的所在，一边是孟加拉，一边是缅甸。因即个 Mizoram， 伊即个地区边仔是孟加拉甲缅甸。所以讲，因本来就毋是甲印度就伫咧隔壁，因逐个人看起来拢敢若阮亚洲人、阮东亚人安尼共款。你若是有去查过，你去 Google 者，有一两位 Mr. India， 伊是为迄个所在来东北印度，因拢看起来敢若日本人，也是韩国人共款。东亚的人，嘿，因就行去，and 讲说 I'm Mr. India, and everyone just like, what? Are you sure? 哦，因就是敢若，敢有安尼，敢有对，安尼敢对，敢若怪怪，就是安尼奇怪的所在。你印度，你讲北部的人，因看起来较白，对。你印度我有看过一寡人，因看起来敢若欧洲人，是欧洲。哦，是哦，对诶，你讲到遮，我想到你。前男朋友伊就生甲小可像欧洲人啊。对，毋过伊甲我讲，因祖先是 Persian。哦，所以讲因较像中亚人，中亚。北部有人看起来敢若欧洲人，你东部有人看起来敢若日本人、韩国人，你南部有人看起来。我歹势安尼讲，毋过看起来敢若俄人。俄人是啥？是毋是较白迄精神诶阶层较悬啊？老实讲，真正是无伫代。无关系。
毋过老实讲，是安尼印度人甲台湾人嘛相像。你若是皮肤较白，你就看起来较高贵，你就看起来较水，一白遮三丑。这我有听过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因拢想爱买迄个 lotion 叫 fair skin，fair skin 是哦 fair，就抹落会变抹落变白哦。你若是 Michael Jackson，你就会；你若是毋是，你袂会。伊是所以迄是迄个抹身体健康的就对啊。拜你身体健康，讲家属万事兴咧，家族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。我家和万事兴，好，你无欢喜的啦。你妈甲你讲，你人遐也没有来对啊，你也没有来擦防晒乳，抹一个 lotion。就是对啊，印度像你安尼过去食头路的外国人士敢有济？我住伫咧承德咧周围的时阵，阮遐有足侪日本人甲韩国人。我住伫咧一个足高级的社区内底。真的足高级，介高级到伫咧疫情的时阵。我伫台湾住半年，我甲讲母讲妈，我嘛会转去印度。阮母讲，印度遐危险，要转去创啊？我讲遐厝较大，我要转去遐大，就豪华诶，迄个 4 bedroom flat。是哦，你一个人住哦。4 bedroom flat，我甲另外一个同事做伙住，阮2个查某囡仔做伙住。哇，一骹困一间诶。哎呀，一骹困2间了。对啊。因遐欧美人数敢有济？我伫印度住的7年当中，我的生活当中无啥物白人，我有拄着日本人、韩国人。伫咧冲相拜访的时阵，我有拄过德国人。伊看起来就是一个人足孤单的伫遐，伊可能因某啦，甲因的囡仔伫遐尔。比例上，你知影，你就。若是你逐工坐1点钟的车，为你的住的所在去到公司，还是去到你厂商的所在，迄就是规路拢看无外国人，拢无。毋过日本人甲韩国人，因是团体来到印度，因的公司拢会建一个日本城、韩国村，互因。因这个拢是外派的啦，因拢是大团体战的啦。你就会有日本学校，伊就给你一个 package 就好诶。你用带你的某来，用带你的囡仔来，你拢免烦恼，阮甲你传便便，你就来遮认真拍拼就好啊。安尼嘛爱做大呢。我伫北部的时阵，日本公司应该是车场，可能是做 Suzuki 的啦，可能有好嘛。因为日本人伫咧印度发展已经超过30年啊。哇！台湾人上早的，我听过上早的差不多15到20年。也毋过你台湾人袂是同一批，伊拢会是无共的人。日本人、韩国人我有听过讲，因有第2代伫印度大汉的。是哦。因会晓讲韩语、英文，还有 Hindi。鸟诶，迄个不离啊赞的。对啊，这个 package。因几10年前就来啊，因伫遐拢落地。对，咱继续来讲这个印度相关的这个刻板印象。我感觉毋是对印度足熟悉的人，可能拢加少拢会对印度有一寡刻板印象。头一个上侪人会问的，就是这个精神制度。这精神制度大家上爱讲的。这个制度敢搁有伫印度的社会当中有这个重要的角色，你感觉？以阮外国人的角色来讲，阮毋知影，恁看无，因为你听无因咧讲啥，恁看无因的目色，你毋知影因的名是啥物意思。历史中有一寡人因为因想要逃避种姓制度，因为改变因的宗教，因会改变因的姓。因会为印度改变到基督教，换信耶稣就好啊，安尼啊。所以是我都解决的。厝里的人袂对因安怎？迄毋是讲你要改变就改变，迄有掺历史的因素伫内底。因为迄个时阵外国人来到印度，英国因入去印度了后，因改变。所以传教士来到印度了后，因甲即个宗教传入去，大家就开始感觉讲，改成我会当信别个宗教，安尼我就免去互人绑伫我的精神内底啊。
敢是安尼？用安尼讲，尤其是迄款上低的种姓。因为我有看一本册，伊就讲，传统以来都是因为有4个种姓嘛，逐个种姓之间是有即个职业的区分，所以你若是婆罗门，你就是爱做跟迄个宗教有关系的工课。啊，你若是迄个努力，你可能就是爱摒扫，爱啥物货啊，所以所有的人因咧选择因的职业的时阵，可能是古早时代，我毋知即摆安怎，就是因咧选择因的职业的时阵是受限因的即个种姓。可能我即个人足够修理物件，啊，毋过因为我是婆罗门，所以我就只好去做我互人规定爱做的代志，我袂当去做即个工程师安尼。这是我伫册内底看到的。啊嘛，伊嘛有讲到讲，迄个因为即个种姓的关系，逐个每一个种姓内底因会团结啊对抗其他的种姓，所以因伫政治面顶其实嘛有安尼区分。比如讲，我若是即个平民，我有一个人选到一个，比如讲市长好啊，伊就会找家己共种姓的人来做伊的幕僚安尼，啊，就变做逐个毋是选有能力的人，是选共种姓。安尼，这是我伫册内底看到的。传统上种姓制度是一个管理国家的方式，伊会甲伊的人定着一个所在，伊甲人放伫遮了后，伊一个社会敢若一个机械同款，伊就会家己叮当。现实生活中的时候，因为宪法已经废止了这个种姓制度，所以其实它比较是留名不留实。那在实的部分上，你可以说，比如说祭司，他还是得要是婆罗门，但是婆罗门不再限于只能当祭司，因为这个教育早就已经普及了，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只留婆罗门。然后新的种姓制度，以我们已经在印度打滚比较长的一群朋友来说，其实是钱。新的种姓制度是钱，钱是你的新的拳头，所以你有钱的人，你就有能力可以打破这一切。但是同时来说，种姓制度又是一个，所以你就是咧讲，自古以来，传统上种姓制度会规定，即个人会当创啥，会当做啥物职业，啊，伊会伫社会当中的啥物所在。啊，毋过因为即摆大家拢有受教育啊，所以即个种姓制度其实无遐尼明显啦。而且因为即摆就是资本主义传入来，所以其实钱就是新的种姓制度，你有钱，你就有拳头。有时阵你实在是你感款是较低的种姓，要毋过你趁的钱足济。有时阵人会是嘛是甲你看你袂起，要毋过你有钱啊。有一寡较悬的种姓，伊嘛是较散，你就讲话就无大声，迄就实在是讲话无力。对。而且你拄则讲，因为因为着要补贴即个种姓制度内底较低层的人，伫历史上受到的压迫，所以因伫即个大学入学的时阵有补贴，会当加分，所以互即个要入去大学已经足困难的，搁爱互因有即个保留的即个名额，所以互即个较关键的即个种姓呢，因颠倒会想要来做较低悬的低层的即个种姓，有一部分的较悬的种姓，有去抗议即个代志，因会甘愿去做较低层的种姓，安尼会当进入即个大学的门就对啊。对啊，这新闻拢有讲过。迄当阵是一个足大的代志，大家拢看讲，哈，那遮好笑，较悬的种姓，即马要来甲讲，我要做一个较低的种姓，代志拢足好笑的。啊，另外一个代志是结婚即个代志，伫咧即马共款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因你的家庭会鼓励你去甲你共款level的人结婚，啊，搁有伫大个种姓内底，伊搁有足细的种姓。你毋是讲我甲你共款拢是上悬的迄个稳定的结婚，你是共一站的，要毋过你毋是共一组的，你嘛可能免结婚。抑搁有你是南部的，还是你是北部的，因为你的文化无共，有时阵你的家庭来讲阮兜无咧甲南部人结婚啦，安尼袂好啦，安尼袂使啦，伊嘛会反对。你种姓制度是一个上基本的条件尔，伫咧即摆社会当中，你工课老实讲，迄应该是袂发生你的高的种姓甲低的种姓来甲伊欺负安那。伫咧生活当中，可能伫你的庄脚，你伫咧村中内底有可能，要毋过伫咧一般的城市内底，种姓制度的即种歧视已经较无啊。而且伫咧生活当中，若是你有印度朋友，老实讲，你毋通甲伊问伊的种姓是啥。是哦。迄
迄是一个就敏感的代志，迄实在是袂用问。第二个刻板印象，我想要来讲的是即个性别啊，尤其是咱即届即个网络顶管咧吵的，就是讲印度人对女性真无尊重啊，尤其是因为之前有足侪新闻咧，讲到因遐有啥物事件发生。所以我就想要知影讲，你感觉到的即个印度敢有像外口人会想的安尼是，比如讲，因为敢会像迄个 Middle East 共款，互女性足侪限制啊，还是讲因敢会当结婚进前成为汽车，还是讲因有即个职场面顶有人会互男性的主管搞耍无？还是讲路里的有猪哥黑白叫，还是等等，还是讲结婚了后，你的翁婿就会大男人啊，即款的代志。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所在，伊是敢若亲像足长一条足长的火车。你有足现代化迄群人，你嘛有足老足旧足传统的迄款人。平均来讲，印度的社会的态度甲因的普世价值是差不多30年、40年前的台湾。当你咧讲婚前的性行为的时阵，当然啦，因要做啥物代志拢会使啊，因爸爸妈妈因厝边隔壁莫知影就好啦。有啥物好时代？有啥物时代？你较早时阵，你爸爸妈妈有一寡妈妈嘛是先上车后补票的。有啥物无讲啊？只要有补票就好了啦，有补票就袂歹啦。因为我有听过，我约会查某人甲我讲，伊去开查某的故事。开查某，要创啥？就讲我有开过查某啊，介绍是安怎？就够奇怪。比如讲，你看恁前男朋友交往的时阵，伊是甲你当做一个要安怎讲啊？你甲是像韩国的人安尼，就是拢会甲查某足照顾，甲因当做幼囡仔安尼照顾，还是因是会较像啥物款的？因伫即个交往的关系内底是像啥物款？伊会期待你做所有的厝内代志无？我会感觉是因想要演一个大男人的形象，伊想要搬一个查甫人，也毋过因为我足独立诶，我伫咧印度，我拢四界拍走，我都毋免伊带，所以讲伊有时阵就讲你袂用来，我讲你要陪我出去无？人拢有陪人出去呢，因人的男朋友拢有陪因的查某朋友出去呢。我讲你讲家己一个人走来走去，你拢足捌啊。你也安全啊，我也免烦恼啊。你要去一个转来就好啊。就惯死啊。所以讲，我嘛是感谢伊嘛，甲我当做一个，毋知影，迄我一个人安尼，我感觉伊嘛有尊重我，因为我无需要逐工拢爱伊的保护，我就嫌弃印度的查甫人，大家拢你保护我女朋友保护阮某你遐这免去，你遐免去你袂使一个人去搭计程车，袂用去，我陪你去，我毋是杂货囡仔啊。所以因是有安尼。有一寡人的男朋友甲伊的印度的翁是安尼。穿插的，伫路年敢会当穿，比如讲足短裙啊，还是讲有较侪肉走出来迄款的。伫印度我嘛是有看过人安尼穿，毋过你要安尼穿的时阵，你爱知影你的材调。假使讲你要穿很辣的衫去夜店。你就穿啊，要毋过你爱坐车，你爱包起来，你就是司机，你 Uber 司机，还是恁兜的司机，甲你载到迄个门骹口，安尼直接行落。所以讲，你若是有想要穿较水，你想要享受即款的自由，你爱知影啥物会用保护你的自由。所以咧讲，有的人对印度的印象啊，是讲伊较落伍啊，善食人足济。比如讲，我就会连面想着讲，比如讲，之前有听过迄个加尔各答的即个贫民区的代志。事实上，因敢是真正较瘦，还是讲伊有地区上的前差？印度的瘦甲好野是伫咧同一条路，你毋免去无共的区，你共一条路顶管，你就会看到瘦食的人甲好野的人。比如讲。我拄着我前男朋友的时阵是咧伫孟买上好野的所在，伊的头家底下有一间店，迄个时阵伫遐卖 cashmere scarf，迄足贵的，迄一条，迄个时阵就要卖1万的卢比安尼。伊伫遐
坐伫咧装潢啊足水诶店面内底，开一个冷气，逐工讲英文，甲外国人推销讲啊，阮这 cashmere scarf is so soft, so elegant or everything。也毋过下暗时诶时阵，因诶店关起来诶时阵，因诶门骹口就有一家伙仔住伫遐，爸爸妈妈囡仔，伊甲我讲过，伊看过因伫遐困。看过遐伫遐相干，看过因伫遐，伊有看过人死伫迄路顶啊，迄就是因兜啊。早起是你的，暗是我的。下早是你的店面，下暗是我的。我住的所在。客厅。系啊，伊是交一条路，伊毋是有一寡所在是安尼，伊一个贫民区，伊就是因的厝。也毋过是到今日，贫民区较亲像是一个观光景点。哈，孟买的贫民区是一个观光景点，伊是有人伫遐住的。嘛，足侪人伫遐住，也毋过毋是大善家人拢住伫遐，住伫遐的人可能无遐善家，嘛有遐的人是生理人，因为因知影 slum become a business。大概要就猎奇啊，要去遐看迄个。我有去参加一个 Klook， 当地的人带阮去内底看，伊就安尼行一个路线，安尼带阮去看。啊，毋过因甲阮解说，上帝住伫遐，因为遐有一寡工厂，也有皮革的工厂，也阁有一寡洗衫的工厂。因为因拢是劳工密集，所以讲因就因需要足侪人力。也毋过因甲我讲，足侪人，大部分的人毋是为孟买本地的人，因是为北部来的。北部阁有足几个较善食的房卡，因就为善食的人会走去较好野的所在去趁钱。所以讲因的贫民区，已经毋是本地的人在住，拢是外地的人在住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好，咧出来讲到卫生的部分啊，大概嘛是就爱讲这个印度的卫生。伊讲我足侪朋友去印度，拢甲我讲，你若小可嗅到一喙空气毋对的，你就会落屎落袂停。我是感觉足好笑，你迄马上数你才知影是对啊，是毋对啊？所以你伫印度的时阵，敢有着迄一直落屎的经验？我甲你讲，我头一届去的时阵是去自助旅行嘛。我自助旅行2个月，我拢便秘。是哦。我拜托姐，我嘛就想要落屎啊！你真正需要去乌白食一个呢？我毋是无乌白食呢，我有食。你要安怎定义乌白食？你路边摊。路边摊嘛是乌白食，阮嘛有食路边摊啊。我甲你讲，为什么你会便秘？因为你可能啉水啉毋够。啉无够。对，我朋友就讲，水一定爱买啊，若是滤喙器，一定爱用迄个矿泉水滤喙器。是毋免啦，因拢做烦恼的，我是毋知影。因为你落屎有足侪可能，你有可能你食伤油。因为迄印度的咖喱看起来就好食，你得食了后，你就知影迄内底拢是油。像迄个香料伤咸。你袂惯势，你袂惯势遐食物，你就会落屎啊，拢有可能啊。就是小可水土不服啦。会安尼讲啦，我是安尼感觉。也毋过有一寡人的肠胃是真正较敏感，所以讲迄嘛毋是因的毋对，迄就是伊无惯势。因为我有台湾的印度朋友甲我讲，伊伫咧台湾住甲今要10年，伊即马逐年转去印度的时阵，伊嘛会落屎几工。啥会啊？伊就无惯势啊，伊就食习惯台湾的食物啊，就有啥物好讲。是哦。所以讲我感觉讲足正常。我嘛有问过，因为我伫咧脸书顶管，我有经营印度背包客即个社团。嘛是足侪人会讨论讲因的旅行的经验啊安那。嘛是有一寡人讲，我嘛毋知呢，足侪人讲因会落屎，毋过我去的时阵拢便秘啊，大家都会检讨因为我啉较侪水啦，阮拢啉无够。伊有足侪的原因。我有听过有人是放水伫因的行李箱内底，早去印度。伤寒啊吧！洗身躯的时阵，嘛是用因的水，因为台湾摕来的水。洗喙的时阵嘛是用伊为台湾来摕来的水，我就想讲，鸟诶，迄水有够贵的。对啊，是会当炸偌济水过去啊？有敢有需要？真正敢有需要？那你回你根本炸落来吧，因为托运啊。你25公斤拢滴水哦。因拢会讲，我足确定是因为我啉因的水，我就落屎啊。我就想讲，你上好出去行路的时阵，你喙拢莫拍开。拢嘛甲人讲话，有够寒。对啊，我感觉即届因为这台湾要开始请即个印度的移工这件代志啊，都有人听到有一寡住伫欧美的人咧分享因堪遮
印度移民的即个交手的经验嘛。毋过我感觉其实定足侪人会甲印度跟巴基斯坦跟即个孟加拉即3个人拢甲算做印度人，因为因看起来面相是会分无啥会出来。毋过其实我感觉以英国来讲啊，即3个国家的移民加起来差不多占英国人口的6%，其中印度占一半，就是讲你伫路里看到一个南亚的人诶，有一半的机会。其实伊是巴基斯坦尼，也是 Bangladesh 的人，而且伫曼社佫愈偏哦，曼社是11%是巴基斯坦尼哦，印度则无够3%。系啊，因为有甲我讲过，我知影。所以讲，阮朋友的印度翁拢讲，嘿，因遮拢巴基斯坦尼啊，因拢毋是印度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毋过我感觉这其实是会当互台湾做一个参考啦，就是讲英国的印度人，差不多到底要3%，所以遮的人跟印度的人来往的时阵是啥物款的经验？对啊，因为曼社的大部分拢是巴基斯坦尼，所以我其实无啥会晓，我都感受到印度人是安怎的个性。因为即摆有足侪人讲惊迄个印度人入来了会犯罪嘛，对毋对？会对女性安怎？我感觉我会当摕英国来做一个例啊，因为英国有特别3%的这印度人嘛，特别去查英国官方的统计啊，其实因算起来啊，因无单独算印度人，因是甲印度、巴基斯坦跟 Bangladesh 拢总算做 Asian 这个群组内底，因的这个性犯罪的比率呢，其实跟白人是差不多的。对啊，所以是无种差，就是你就算讲是因的名声遮歹，毋过因其实因的犯罪率跟当地白人是无啥物种差的。对，所以我就讲，我感觉会当互大家做一个参考啦。煞来咱来讲一寡较轻松，你所以若要去印度旅游，你敢会建议我若是一个女性，你敢会建议我一个人去，还是讲你感觉爱找伴会较好？无论你是查某囡仔还是查某囡仔，我拢建议2个人较好。理由是一个人咧忝的时阵，另外一个人会甲印度人过招会当看伊过招，毋是因为你会无安全，还是安那？是因为你伫咧忝啊，因为印度的天气大部分的所在拢足热，你热你会忝。去一个无去过的所在，你的脑一直咧转，所以你会足忝的。而且有时阵，迄个印度的小贩都会甲你讲，Madam 100%，100%，100 rupee，你会足烦的。所以讲，你要有2个人上好，因为我头一摆去的时阵就是2个人，我会晓讲英文，我英文比阮朋友更较好，要毋过讲话较歹，你讲喂，干啥物 ？No。要毋过，若是你感觉讲你一个人去，你应付所有的代志，我感觉讲一个人无啥物大问题，因为我有足侪朋友是家己人去，一个查某囡仔去，拢无问题。现在你要开一开力去应付你的生活。安尼你人若是3-5个朋友去印度旅游，敢有啥物需要注意的？比如讲伊卫生啊、治安啊、风俗啦。若是有3-5个人去印度的时阵，我头一个是爱问讲因要去倒。若是无去过印度的人，我会建议讲先去南部，因为南部的人较自在，因袂看到外国人讲啊，你就是金鸡母，我要来甲你趁钱。因较无迄款的想法，伊就是欢迎来印度啊，就安尼。因若袂过分讲甲你关心啊，过分甲你讲你要去倒啊，我要带你去无，嘛无。要毋过你若是开口，因会甲你斗相共。你的经验甲你讲，若是有人主动来甲你讲话，迄拢莫插，因为就是要趁你钱。所以讲，你若是有问题，你就看迄边啊，伫咧甲你看，甲你偷看的人，搁点不过我爱讲话的人，你甲问讲歹势，我要来去食，即摆找无所在，你甲我避一下，你就甲去问，上好问查某囡仔安尼，你感觉安全的方式就好啊。所以你若要推荐3个所在去互头一摆去印度的人，你会推荐啥物所在？我上介意南部，所以讲我会推荐2个南部的城市，甲一个北部的城市，一个是 Cochin Fort， 伊是咧克拉拉。我会当做我知影伊伫倒位。好，你继续讲。搁有一个是 Pondicherry 是一个法国人这边过的城市。是哦。过来是 Jaipur，
Jaipur 是咧北部，就是因咧讲金三角的形成内底其中一个城市。伫 Jaipur 因为有足侪城堡，是足水诶，因为啥物人去诶？啥物人去诶？孟乌尔帝国诶人。因为有留足侪古迹伫迄个所在，迄门票嘛毋是足贵，是一个无算讲足大诶所在，坐迄个嘟嘟车差不多半点钟以内诶所在，你用去到4-5个以上诶城堡。足袂歹哦。好啊，所以今仔日就感谢 BB 来分享伊对印度的认捌啊。我是感觉足侪时间诶，其实是因为无熟悉，所以我就想讲今日带大家来熟悉一下。啊，你会当搁决定讲，你搁决定做家己的决定啦，就是决定讲你有要支持即个政策还是无。啊，因为即个讨论其实是有足侪无共的方向啊，比如讲欠甲人工的问题啊，还是移工政策的问题啊，产业结构的问题。所以想讲大家若先熟悉即个所在，你可能会对即个议题会有一部分的认捌安尼。啊，我感觉讲我出国了会当体会遮移工伫出门在外的心情啊，因为足侪时间人会伫咱的身体面顶打足侪标签。我进前去迄个社会主体敲门要检查迄个太阳能系统的时阵，嘛会人看到我是亚洲人，伊就拒绝，伊就无要开门啊，就直接讲what's that Chinese people there？ 啊，我就想要甲回讲 I'm not fucking Chinese 啊，嘛有真正做伙大个人会讲生笑啊，讲我搬入去了，附近的猫我拢无去啊，就是咧讲对，就是咧讲中国人会食狗的即个刻板印象。啊，毋过中国人是食狗，毋是食猫，而且我毋是中国人。嘿 ，Thank you very much 对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我会当体会因红大标签的迄个感觉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按咱实体上来认捌即个文化，安尼，所以今仔日呢，就感谢即个 BB 来分享。撒由那拉咯，安尼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国泰民安，再会。情况过一滴青菜，水国青。来对落水溪，参农民徛同齐，拢来坐，烧酒来方便。落水溪，请人客，上新起的土地，就我清芳过一滴。